虽然108课纲保障学校有本土语言课，不过未少囡仔敢若想要应付尔，有的老师就加起心劳命。有母语团体成员分享家己教课的经验加教案的设计方式，希望大家做伙研究、求进步，让囡仔对台语产生兴趣，提升本土语言课的效果。好，即马本土语课一礼拜40分钟，有的课本上课才本落，下课搁收转来，有的搁甲班，所以等拢处理好，差不多5分外钟搁了伊啊。虽然国家语言发展法甲108课纲保障学校一定有本土语课程，但是时间短、节数少，社会也无重视。真侪学校的本土语老师讲，囡仔因为安尼无愿意学。华语家庭嘛，生活上无迄个机会通我有机会通我讲，所以有诶听无伊就做伊家己诶代志。即摆囡仔讲台语的情形并无足普遍，父母若讲无咧讲吼，因可能因讲的机会较少。我的囡仔拢无要讲台语，所以我嘛是感觉真头疼。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的尤派启伫国校啊教4堂台语课，伊发现台语课若结合实践话题，囡仔就真有兴趣上课。尤派启也开课分享，予其他的老师设计创意教案。进前迄黄仁勋来台湾的时阵，我就讲伊啥啦，一直伫迄本国也是国外的记者头前一直讲台语，一年就是较侪袂了，较爱耍，所以你的课的设计就是爱较活泼，较侪叮当的吼。啊，国中了后，因开始面对家己的人生，可能有一寡嘛，有一寡。可能想要恋爱迄款的吼，所以讲你要了解伊的心理，啊，佮介意流行这个部分。尤派启讲，爱以人本的理念设计课程，为囡仔的角度出发，思考啥款内容会吸引学生仔的兴趣，愿意听课学台语。尤派启讲，安尼老师就免教甲设笔，囡仔对台语也学了开鼻。记者郭炳浩、明哲台北报道。